晚间九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1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泉州公主号顶头的乘客4个落船，也毋过昨昏船顶阁传出新增加13个确定的病例。即马规只船封过着的案例有634例，而且有2个人死亡。咱外交部是表示讲，今日下晡华航会派专机飞去日本，按算 AM 10点半，飞行机会飞转来咱台湾，甲船顶无封过着的台湾人载转来。啊！那香港冒派专机去接，有106个香港人，昨昏已经登去香港。包机登到香港，边有几多台巴士，也个穿着全套防护装备的工作人员伫现场戒备。第一批在106位日本泉州空主号领头香港乘客包机20登到香港。随身到伫山顶火团准阳村做14天强制隔離檢疫。今日咧特別嚟呢度咧，就係好感謝大家，因為今晚咧或者聽日咧，如無意外咧，就喺日本東京第一班包機就係翻嚟，就係嚟自呢隻鑽石公主號上面嘅香港居民嚇。佢哋翻嚟咧就一定要入檢疫中心噶啦。香港政府講，郵輪頂有352位香港居民，有53個人伫咧郵輪頂確診。其他有230位香港人要坐包機，所以會派3班包機。泉州公主號隔離期間，第19有5位台灣人落船了，20下晝又有9位台灣人確認是陰性，順利落船。泉州公主號船頂待接乘客國家船員總共25人，有一寡有傷重過境。9條5位確診會留伫咧日本，有19位會當坐包機轉來台灣。外交部講，華航包機2下晝出發，暗時到日本，預計10點半登到桃園機場。不過，再偌濟人要看日本方面的檢疫結果。這必須要看，這個日方的檢疫程序，我們能夠有多少人可以通過，才能夠確定。伫即馬船頂，也有3位台籍乘客，包括台灣魔術師陳立生，伊伫 FB 破影片，講日本官方的動作正慢，到即馬也提無陰性證明。20暗個發文講，駐日本代表處講講，若無坐到包機，可能會家己坐飛機轉台灣。伊講，敢是要最近落船，最近坐包機轉台灣。知道要3天時間篩檢，那你是不是應該要提早來幫我做，而不是現在都已經等到包機前一天，我還在這邊乾等，等得到上飛機，等不到嘞，等不到，那我就上不了飛機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講，費用會以日本到台灣單程機票為主，包機照進前防疫停輸行。自接機開始，會依照台灣高規格處理。疾管署、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也個航空警察局等相關人員已經接到包機降落的群務，同機場也佇咧做準備。日本官方的統計，泉州公主號20個新增加13件確診病例，船頂總確診增加到634人，有2個人死亡。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新型冠狀病毒佇全世界確定的病例，今麥已經超過75000例。來看上新的統計，即陣中國確定的病例是75004例，死亡人數是2239個人。目前咱台灣共款是24例，香港佇咧昨昏加3例，目前是68例。日本的方面，佇咧泉州公主號頂頭有634例，啊那日本的本土昨昏加11例，目前是95例。南韓的疫情嘛是拖甲真嚴重，目前南韓有104例，伫咧新加坡是84例，泰國是35例，馬來西亞22例。另外，歐美的國家，美國是有15例，伫咧英國有9例。來關心武漢肺炎，伫咧軍甲，即馬就連南韓嘛發生幾啊層軍事感染。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昏就甲南韓提懸到第1級愛注意的國家。另外，咱第19例已經過身的白牌車的司機，即馬伊的感染源有找到啊，確定就是對浙江轉來台灣的大商。武漢肺炎疫情伫全世界繼續在傳，已經有75000多例確診，有2000多例死亡。因為附近的國家南韓已經出現真濟件軍事感染事件，當地病例快速增加，累積超過80例。所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0宣布，甲南韓、甲日本、泰國同款，提懸旅遊的疫情建議到第1級的注意。那南韓這2天病例數快速的增加，那也有大概82例了那。整個來講，雖然還有6例是感染源不明，雖然它是相對的集中，不過我們覺得這裡應該有一個提醒。
布里格指挥中心嘛有好消息，国内头一个死亡个案，也就是第19例中部白牌车司机的感染源找到啊。指挥中心表示，甲白牌车司机捌接触过的浙江台商1月2日返来台湾了后，捌出现呼吸道的症状，而且看病真侪解。经过采回送台大病院甲中研院检验抗体了后，总算确认这个台商有武汉肺炎的抗体，也就是讲这个台商进前捌感染过武汉肺炎，而且透过近距离的接触来传染给白牌车司机。弱阳性的表现就是他身体里面有一些抗体。那这个我们两边在比对是同一个人，而且在跟指挥中心的名单在核对，就是那个浙江回来的那有咳嗽的症状那一位。另外，国内第24个确诊个案接触者总共有361个人，已经采检129个人，其中111个人是医护人员，检验结果拢是阴性，还佫有7个人等在检验当中。目前国内24个确诊个案内底有1个人死亡，其他的个案状况真稳定。个案的接触者还佫有161个人继续伫咧居家隔离，其中6个人有症状已经通报，有5个人排除，也佫有1个人等在检验当中。记者综合报道。那病毒的源头，中国即马确定的病例已经是连续18天在下降。不过，互人较想无的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湖北省一日是加349例，结果湖北内底的武汉一日却加615例。一个市的病例会比一个省还佫较少，这数字敢袂当信？不过有分析师解释讲，因为中国的官方统计方式直头在改，所以才会安尼。看到大包小包的行李，武汉肺炎患者恢复健康数据，甲医护人员最近翕相。刚来的时候很担心，这个病毒的话不了解它就很害怕。到医院来就是医生护士1日3餐，每天都嘘寒问暖，对我们细心的照料，慢慢的好转。中国湖北省第19天新增加病例是349例，是1月底以来湖北省新增加病例第一遍无超过1000人。不过奇怪是，湖北省的武汉市迄天新增加的病例却是615例，比湖北省规省还佫较侪。有分析讲，这是因为官方的统计方式一直改，将临床诊断这个项目提掉。就所有的疑似病例或者未确诊的病例，都可以快速的进行核酸检测。这个核酸检测呢，目前呢已经不是问题了。所以结合这种情况呢，我们经过专家组讨论，这个取消了临床诊断这个病例这个标准。实际这也是这个当时那种特定情况下的一个权宜之计。湖北省防控指挥中心发公告，企业袂当伫咧3月初10进行复工，各级学校也个幼儿园也会继续延后开学，防止疫情扩散。不过伫咧北京疫情已经挡袂牢。中国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病院甲北京大学人民病院拢发生院内群组感染，敢若是复兴病院就36个人确诊。专家认为疫情要规个降落，就要等到4月底。我们的预测呢，大概应该是4月底，应该是到平息了，基本上是这样啊，不能说完全，但是国外的预测至少到5月底。第19，中国因为不办《华尔街日报》看一篇对目叫做《中国是真正亚洲病夫》的文章，国务院发言人耿爽嘛，这是种族歧视、恶意半恶，并且宣布去掉3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美国国务院批评这是限制言论，并且把5间驻美国的中国官媒列作外国使团，限制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用电脑的时，会使把资料加落来，copy 甲打起来，是真利便。发明这个功能的美国电脑工程师泰勒斯，伊17过身，伊食到44岁。虽讲伊无食博士比尔盖茨遐尔有名，不过伊发明这个功能，对全世界的功劳真大。来关心《联合报》。来看，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严重，有6项国家考试要延后，其中影响上介大的，就是有超过8万考生的高考甲普考，考试的时间原本是7月初3到7月初7，即马要改到7月17到7月21。另外，第2届专业证券的考试，包括去考医生、药师、中医师、营养师、心理师、护理师这的时间嘛拢有改。另外，司法证券的考试时间嘛有改，有要考的乡亲爱尽速去对。
来看最新时报，立法院的第10届第一会期今仔日开议，会宣读朝野党团对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共同声明，呼吁 WHO 予咱台湾加入全球的防疫体系。来关心咱台湾的武汉肺炎疫情，目前咱台湾有24例，若第24例，伊最近2冬拢无出国，到底互啥话的，即马也毋知。在美国的疾管中心 CDC 嘛，因为安尼，即马甲咱台湾算入去有社区感染的国家，也毋过咱政府讲，咱目前是还未到社区感染的级数。武汉肺炎国内确诊人数增加到第24例，是一位北部60几岁退休女性，伫最近2年无出国过。虽然目前国内案例也无符合卫生部所定义的社区感染10项定义，台大主任医生吴立明认为，未能否认台湾已经出现社区感染的情形。我们现在有社区感染这件事情，大概是不能否认的哈，就有人在社区被感染。那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到指挥中心定义的那个定义了哈，因为他们的定义是有4个条件。我目前并不符合那4个条件。美国疾管中心官方伫咧20公告，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甲台湾、新加坡、日本、南韩，拢列入新型冠状病毒整列社区传播阶段。防疫专家讲，最近新增加的本土案例是回溯过去无旅游史的肺炎病人的扩大采检，表示旅游史已经唔是采检唯一的标准。这个有没有旅游史，反而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focus 在这里的话，很可能就会漏掉更多的例子。所以说，只要是肺炎的病人，又不是流感，治疗的方式又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就一定要送检。时政如讲，所来恐也有隔离病房无够的情形，一定要集中医疗资源保护好重症病人。疫情指挥中心讲，北部的这名本土个案密切接触史有300多人。台北市就希望中央更加明确的公布确诊的管区资讯。那北部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台北市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当市好了的方式来做。那主要是社区防疫还是很重要。这新型的挑战是29天才确诊，这29天的过程接触了多少人，范围多大，我们必须要全力备战，全力以赴。还有下来就是学校的开学。对新冠病毒的演变，一个后礼拜就要开学啊！湘北市政府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新息路强调，加30比新冠病毒是国家危险，所以来要有长期加新冠病毒作战的心理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美国认定咱台湾已经出现社区感染，咱总统蔡英文是讲爱尊重咱国内专家的研判，咱台湾并无达到这款程度，所以乡亲唔免惊吓，嘛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爱看重咱台湾，甲台湾加入 WHO。总统蔡英文会到到并着对南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了解疫苗研发的情形。院方表示，目前正努力伫咧疫苗药物快态试剂研发。其中，合成生态疫苗是上紧会当做临床试验，同时也合成做老药啊瑞德西韦好吸剂，纯度有97%。瑞德西韦这个国外的美国药厂所研发出来的这个抗病毒的这个药物的发展哦，在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的在毫克级的合成哦已经完成，而且有达到97%的纯度哦。那再过2个礼拜，我们也期待到公克级的这个合成哦。那生态合成疫苗跟 DNA 的疫苗进展会是最快。那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小动物的测试。对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认定台湾已经出现武汉肺炎病毒的社区感染，总统讲也未符合相关要件。这个事情我们陈时中部长已经讲过了哦，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很零星的个案了哈，那也没有符合所谓的社区传播的这几个要件嘛哈，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哈。那我们整个防疫的跟处理疫情的团队哦，都是用最严谨的态度来面对。总统希望世卫组织唔能把政治看作比人民的健康较重要。一个伫咧武汉的台湾人包机返来台湾的相关计划早就已经传好啊，随时会当出发。不过中国国台办应该爱尊重台湾的防疫措施。伫咧结束国务院的行程了，总统转到新竹台北的高端疫苗公司，了解生产这边是毋是有法度配合国务院的相关疫苗加治疗新药的研发生产量能。记者综合报道。
咱行政院昨昏嘛通过肺炎防治甲纾困条例草案，有了600亿的特别预算。另外，针对爱伫厝内隔离有向公司请假的乡亲，嘛有防疫补偿。也毋过，若是违反规定，上悬会罚100万。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对国内经济产生冲击，行政院赶紧通过特别条例草案。草案的名叫做《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也有纾困振兴特别条例》，总共有18条，分做防治、纾困、振兴、处罚4个部分。包括防疫医事人员的补贴、员工的防疫隔离假毋是控制，隔离这2天内底会当申请防疫补偿。若是违反隔离的规定，四界行，处罚有加重，上悬罚100万。嘛鼓励企业针对防疫隔离假互因薪水，会当加倍扣抵应所税。若是散布疫情的假消息，上当关3档。如果有配合的，因此来受到影响的，我们都会佐以补贴。那如果不配合的，那我们不但会严查，而且法办，我们就不予给予补助。因应纾困草案，行政院嘛编列600亿的特别预算，为了回应业者的诉求，经济部提出多元纾困措施，包括调机制，也阁有搁再加码2方面，协助产业渡过难关，同时嘛扩大台商回流防疫的资格。无跟台商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其实是要再讨论啦哈，因为这个会涉及到怎么去认定的问题。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跟保证的部分，也有包括制造业纾困的规模，大概是34.7亿。民进党团总调瓜给面指出，若是调业协商有共识，草案上紧25会当删除，按算3月初会当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主要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各地主要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也毋过明仔东北风会略略增强，东半部、北部可能就会落阵雨。若到后礼拜1、拜2，阁会转去到稳定的天气。温度方面，今日透早低温有比昨昏略略回升一寡，也毋过普遍也是较凉冷。各地的低温大约是14度到18度。日是这日头会走出来看人，高温有23度到27度。也毋过因为即摆变温暖是吹东风，所以环保署是讲，对今日开始到后礼拜3，伫咧西半部，这风速较低，所以空气的品质就无介好。大部分拢是干焦式的景势，尤其是新竹、苗栗以南，空气拢无介好，乡亲爱特别小心。来关心后礼拜2要开学甲教育部昨昏公布上新停课的标准，那准是中学以下一个班有1个人去为着武汉肺炎，安尼全班拢爱停课。若是一间学校有2个人受感染，规间学校拢爱停课，爱停14天。派消毒水入去学校，无论是洗手台、楼梯的栏杆，或者是便所门，全部拢唔敢放冷，要甲消毒防疫工作做好。全台湾高中1以下的学校会伫咧2、5开学，要安怎来预防武汉肺炎的疫情，变做家长甲学校上注重的代志。它的传染力比较强，而且它老师跟学生的这个接触的情形也蛮多的，所以这次我们把这类的老师，就说师生只要有1位确诊，全班就停课。补课的是时间，可以是在周间，或是假日，甚至暑假。教育部宣布上新的停课标准，高中以下学校一班内底若是有1个师生确诊，就是全班停课；全校有2个确诊，就是全校停课14天。大专校院的部分，同款是1个人确诊，伊所授课或者是授课的课程就停课；2个人确诊，就是全校停课。以往的学测的申请都是从4月份开始要面试，你面试一定就是南北移动嘛。以停课的部分来讲的话，教育部对于国中会考的这个时程有没有什么备案？会不会延期？那延期之后，到底怎么做？对高三学生来讲，只考延后时间，毋过3月了，还有申请1项特定的关键爱准备。若是高三的学生，佫会拄到5月会考，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大家拢真紧张。线上学习啊，譬如说，运用我们台北市的库克云，5月16、17啊有教育会考，真的是有哪一班啊，因为一个病例啊，然后来停个14天，功课的复习的一个内容。要怎么去把它补回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就是我们用 Google 的课堂来做整个我们教学资源的整合，然后让孩子能够依照自己的步调来学习。
学校消毒后，工课要做好，学生的课程进度嘛袂当差伤济，像讲台北市有酷客分，桃园嘛有线顶学习平台，要保证学生伫咧厝里嘛会当用实心来学习，伫咧预防疫情优先的时阵，嘛袂去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南韩昨昏一困头加53个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嘛出现头一个死亡的案例。南韩昨昏嘛宣布讲，武汉肺炎已经出现社区内底小话，甚至即马有阿兵哥亲像嘛防卫着，所以因的国防部已经宣布讲要限制军人休假。南韩伫20个在增加53例武汉肺炎病例，全国确诊人数104例，并且第一遍出现死亡病例。新确诊病例大部分拢伫咧大邱甲庆尚北道，连续2天新增加的病人内面，至少有37例甲一位61岁大邱的妇人有关系。伊伫隔离进前也阁去过教会。 지역 내의 관련 교단의 협조를 받아 신도와 예배 참석 여부를 파악하고 신속하게 접촉자를 조사 중이며 신도들에 대한 전수조사 등 유증상자를 조기에 확인할 수 있는 효과적 대처 방안을 추진할 계획입니다. 南韩政府20日经宣布，已经进入社区传播阶段，对至少12000人做采检。伫济州岛有一位海军2月透早也正式感染，伊13到18捌去过大邱。南韩国防部伫20宣布，为了要防止疫情伫咧军队团开，采取非常手段。20开始限制军人休假、无穿装备、袂用出发过岸，也袂让甲游客见面。综合报道。 日本国会伫去年7月份举行参议员改选，其中有2个选调的议员是党道的信众者，一个是渐冻症的患者，一个是脑性麻痹的患者。因拍拼推销各种法案，要替行动无方便的人争取权益。车门拍开，车挂顶头设备箱慢慢地窜出来，轮椅降来，准备要坐轮椅入去办公室上班。这是东京一间协助信众者的私人助理公司员工的日常生活模式。 日本国会去年7个参议员改选，有2位联合新选组政党所推出的党道新众人士，以私人议员的身份当选，和同款是新众人士的企业业者真意外。二段跳びって感じがしましたね。もういきなり重度な障害者の人の国会議員になるんだっていう、すごく僕も驚きました。45岁安藤伸也，10几岁时阵因为交通意外造成胸坎以下拢无法度振动。 因为日本的法律规定，当到新疆人士只有伫咧读书甲无头路时阵，正私人助理的费用才由国家出，互伊知影当到新疆者生活的困难，所以出社会了就开始经营协助新疆者的私人助理公司。伊请的15位員工也拢是身体無啥方便。私のような重大障害者がヘルパーさんをねお願いして、働きに行くこととか、いうことが通勤とかが できない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やはりそれがネックになってい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虽然真侪新疆人士想要甲社会接触，出去食头路，但过请照护人员的费用，却超过因去食头路赚的薪水，互因无法度负担。要就规矩袂去食头路，也减少甲社会接触的时間，最後連新疆者的權益也攏無去。働くなっていう制度があったら働けなくて。 それで一方的に税金ばっかり使いやがってって言われるようなそんな不公平な世の中ではいつまでたっても障害者の人は外に出れないし社会参加もできないし差別もなくならないと思うので。 虽然日本参议院会副薪水和产后经验加木村英子的助理。 因固然也是希望会当推动改变现行的法规，帮助其他11500位可公共照护的当道新疆人士。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第9场的电视辩论，只有民调较悬的前男兄才有法度参加。其中开大钱做广告的前纽约市长彭博是正做证人批评的对象。
like to talk about who we're running against. A billionaire who calls women fat broads and horse-faced lesbians. And no, I'm not talking about Donald Trump. I'm talking about Mayor Bloomberg. 去年11月底才宣布参加这场选战，前纽约市长麦克彭博开几亿美金做竞选广告。美国公共电视台甲公共电视17发布的全国性民调，彭博支持率排名第2是19%，民调第1依然是佛州参议员桑德斯是31%。19日拉斯维加斯举行这场初选辩论，其他5位对手拢是真有经验。不过彭博煞是第一战，真久无跋倒的彭博明显真清楚，称话拢抢袂过其他人。桑德斯指彭博的财富超过美国底层1亿2500万人，是无道德的代志。也佮指彭博担任纽约市长期间，支持警方的考虑甲搜查政策，不止引起民权人士批评，也佮互民主党流失非裔甲拉丁裔选票。And I'm a philanthropist who didn't inherit his money, but made his money. And I'm spending that money to get rid of Donald Trump, the worst president we have ever had. And if I can get that done, it will b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America and to my kids. I've sat, I've apologized, I've asked for forgiveness, but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stop too many people. But the policy, we stop too many people, and we've got to make sure that we do something about criminal justice in this country. There is no great answer to a lot of these problems. 美国媒体将6位参选人的身份叫做1位1万好野人、4位8万好野人，甲1位前期世代。这只老将当中，年岁只有38岁，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布塔主席找到机会，就将老将之间的差别甲矛盾来强化伊的优势。We could wake up 2 weeks from today, the day after Super Tuesday, and the only candidates left standing will be Bernie Sanders and Mike Bloomberg, the two most polarizing figures on this stage. And most Americans don't see where they fit if they've got to choose between a socialist who thinks that capitalism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and a billionaire who thinks that money ought to be the root of all power. 2点钟的辩论全是炮火，因讲是民主党初选到目前为止上起来一场电视辩论会，现场气氛反映是全党甲参选人共同的焦虑感。看好到底3人赢伫11月大选打败川普而焦虑。记者综合报道。今头等下，咱过来关心防疫袂输小姐，袂堪得讲生笑。刑事局抓到一个传假消息的查甫人，伊是摕越南迄边伫分喙暗的影片伫网络顶头黑白传，而且讲一寡无影无迹的消息，已经互送法办。要提醒乡亲，假消息阻碍防疫，上当会互关3档。这是越南胡志明的现场，这是完全自由的、免费的。影片内底强调越南政府伫咧胡志明市的路边分免费的喙暗，互经过的民众，假讲台湾政府防疫无够，喙暗的提供量无够稳定。毋过越南代表处是驳回，并无分免费的喙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向警方检举，这个影片是不实的消息。刑事局查到是2个查甫做的。有民众在社群网站上面张贴散布政府送了50万个口罩到香港的不实讯息。那经本大队追查发现呢，是一名刘姓男子所为。那经溯源侦办呢，经过警方的交叉比对分析呢，已经锁定了一名吴姓男子。那这名吴姓男子已经到案。4个拢伫风声疫情的假消息，伫咧网站面顶，还有网友发文讲有疑似60岁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送去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中校医区来治疗，互连医赶紧发声明驳回，这是不实的消息。台南市嘛有网友伫咧面册社团发文讲，有家长带当地居家隔离的囡仔出外，伫咧安南区某一个公园处流浪。我其实不太想带小孩出来，不然他一直会，可是他一直闹，又会就只好帮他戴口罩啊。是，也是紧张啊，但不晓得说是这个后来你们看到这个消息有去询问，还是说去查证什么吗？没有，倒是没有，因为我不知道可以问谁啊。警方调查了，证实是假消息，而且甲发文的4周的查某人以传染病防治法送台南地检署。防疫期间不实的消息一直传播，现正伊嘛伫咧20通过防疫特别条例，对散播防疫假消息的人会提悬刑罚。将这一个在特别条例特别将这个假讯息罪的部分提高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
草案当中对散布假消息的人提悬刑责，卡出讲民众转达有关疫情的假消息，违反的人会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新台票300万以下的罚金，就是要避免民众传播无经过纠正的信息，造成社会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咱台湾读册的香港学生也是澳门学生，照规定，即摆台湾了后，拢爱居家检疫。因屏东即马是传出有一个澳门来学生囡仔，因发现讲因逃走出去。虽然伊是正讲伊无，也毋过手机定位算毋是安尼，目前正在调查。内部乡长带村长村里干事甲警方到居家检疫的澳门学生宿舍，问伊是毋是有出门，因为根据监测系统，这来自澳门的大学生好亲像有出门。没有。你都没有出去？我都没有出去，完全没出去。确实配合我们的防疫措施，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在家里隔离的这个动作，你不要违反我们台湾的法律。学生无承认，也强调拢有其他同学协助送饭。不过，卫生局手机定位发现，读屏东某大学的澳门学生2月7日入境，居家检疫爱到2月20期满。不过，手机定位显示伊无伫宿舍内，连续2天有8摆外出记录。卫生局表示，若是调查属实，这名大学生恐惊被罚上关15万。后续本局会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会进行后续的行政裁罚。防疫爱细致，中法官卫生局要求全县4间大学113名工学生，其中登去学校宿舍居家检疫，免阁住伫校外细处所在，引起学生反弹。是在恐吓你问任何问题，他都是那种在对你生气的那种语气。环境卫生其实没有很好，甚至可以说有些恶劣，对。然后校方而且它也是一个公用的厕所，然后校方也叫我们住进去。学生这期校内宿舍环境无好，疫情也是公用，恐惊引起交叉感染，也批评学校沟通态度强硬。发觉有这些监控跟健康管理的状况，所以我们在礼拜1也请他们来开会。我们要求学校一定要强制性的主动安排学生回到校舍去做一个居家检疫的处理。中法官卫生局指出，因为发现有关学生出现呼吸道症状，无及时通报，学校也无法度及时发现，会造成防疫隐忧。虽然学生宿舍无外口水处设施，防疫非常时期，请学生配合，若无应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相关罚15万。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肺癌是咱台湾癌症死亡率排第1名的，其中肺腺癌的患者逐年在增加，也毋过早期较好发现，常常一发现已经是尾期啊。即马中研院有上新的发现，是发现肺腺癌组织内底有一种物质，这款物件是影响癌细胞増少的关键。掌声响起来，我心。已经过往歌手凤飞飞，2010年因为肺腺癌过往，获真侪歌迷感觉真可惜。肺癌是全台癌症死因的头1名，其中肺腺癌的患者更是逐年增加。毋过因为早期症状无明显，常常伫个癌症末期才发现讲着病。中研院团队上新研究发现，肺腺癌组织的肺变码的血糖血栓 PTTG3P 是影响癌细胞生长关键之一。这些不制造蛋白质的。这一些所谓的非编码的长链的 RNA， 是不是真的有生物功能？用这些预测方法预测它是跟细胞分裂，然后这个癌症的成长的速度比较快有相关，然后用实验都把它证明出来。过去伫细胞基因体肺变码的血糖血栓，向定义是笨素基因。这几年才叫学界发现是影响疾病恶化的重要角色。亲像 PTTG3P 也甲针对因素产生交互作用。活化甲肺腺癌细胞相关的基因表现，造成癌细胞增加。紫杉醇跟顺铂的化疗药物上面，其实它就是会影响到说，如果你表现量越高，你的治疗效果就是会比较差。我们目前的发现是这样。研究嘛发现 ，PTTG3P 的表现愈悬，对部分的临床化疗药物会产生抗药性，降低治疗效果。相关研究可能会变做化疗评估的新目标记，当作用药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若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学校是迁到2、5才开学，是造成菜色无销，也毋过
嘛有一款农产品卖甲下叫，真侪人烧钱买，就是蒜头。嘛带动婚宴的启动拢过，蒜头种热销，因为有人讲加食蒜头会当增强抵抗力。今年关新产的蒜头占全国9成，其中启东乡的产量就超过3成。现在大约过1个半月才进入采收期，但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和蒜头在长江还是市面上买去和询问度拢增加，会比以往年来讲的话更提早了。现在已经提早到2个月前，厂商已经进来我们田区，开始询问说是否蒜头已经要开始买卖。像那个武汉肺炎啊，我免疫力也较好袂安尼吼。哦，有差偌济啊？加差不多2成出来。启东农会表示，为了要增加农民的收益，启东农会15年前开始来卖蒜头加工的产品蒜头精，会当提高免疫力。自从武汉肺炎爆发以来，蒜头精的订量陆续增加，业绩加出1倍，嘛，互农会卖户来传货。蒜头精的订单哦，从过年后已经3、4个礼拜都现在到目前为止啊，都供不应求。那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个疫情，结果创造了赤桐乡农会这个蒜头精的第2春。启东农会就讲，往年中国蒜头5、6月采收，7月来出口。但今年受到疫情无定性的因素影响，目前蒜头的盘商已经提早到山区的田间来落定，蒜头比往年搁较抢手。目前市面上每斤的蒜头大约140块，今年的蒜价应该维持咧袂歹的价格。记者为您报道。地方放送头嘛是在婚礼，咱来去北港看过岩树开花啊！花即嘛是开甲水当当，花期是2月份到4月份，乡亲会使出门去看花，拜6礼拜会当顺沙出门行行咧。本县北港镇164线往水内方向车路边的花岩树开花了，花岩花是开甲水更好。照路过民众看到，拢会停落来赏花翕相。我们一般称为火焰花，也有人把它称为做火烧花，因为它整株看起来的话，像那个火在树上烧。比较特殊的是，它是属于晚冬初春开的花，所以它也比较属于那种报春花型。经过的时候，又觉得心情很美丽。不用跑到山上去赏景了呢，164县道就有很美丽的花朵可以供大家欣赏。不用再去别个地方去看花了，在164这条路可以看见美丽的花景了。花岩树开花拢伫暗时，花解开会带草味，当地民众若是闻到这落味，就知影花烧花的季节到底啊。164线这段路拢是清洁队咧维护，现时花烧花当着时，才袂少人来看花。地方的里长提醒民众斗阵赏花，嘛爱同齐保守环境。即阵啊，愈开愈水，我伫遮嘛要呼吁讲，若来咧观赏的人，尽量对抽水站遮的布花爬起咧观赏。比较安全。袂少照路过民众看到景致水，就停落来赏花翕相。毋过164线往来的车辆真济，民众要翕相会当爬起哩路边的爆花，毋若安全，通欣赏的风景是愈开阔愈迷人。记者综合报道。若伫台中潭子的大丰社区是出产马铃薯的所在，全台湾是产量占第5大。为着要推广在地农产，当年社区拢会款一寡马铃薯来送予乡亲，今年是传2500斤大丰收。阿公阿嬷伫金色的帽仔、牙拐仔，打出热情的舞步，大家人自信的笑容，都是上好的种。因为疫情的影响，台中侪社区关怀据点拢延前开学。不过，侪老大人伫厝过月用要用袂掉。新港北庄社区关怀据点都申办欢迎会，邀请时代智慧来闹热。因为有想好吼，老岁仔人走无路拢足无聊的，所以赶快开学最好。有欢喜啊！大家拢戴口罩啊，像我们都有准备酒精跟他们消毒，而且我们社区里面都有消毒过了啊，而且鼓励他们要戴口罩，自备口罩这样子。防疫的期间，社区先消毒过才办活动，把利用这个机会宣导接洗手、挂喙罨。防疫的工课做甲真较全，互长辈会使安心佮欢喜。
我也交代我们关怀据点这边，第一个进来要先量体温，那也请我们这边长者能够戴着口罩进来，那也鼓励大家能够勤洗手，来避免这个传染病的来传染。防疫期间，除了消毒以外，顾好家己的健康，提高免疫力，也是正重要的代志。这段时段做伙跳舞、活动筋骨，身体好，心情嘛轻松。记者综合报道。头咱看的是这台的关怀据点，即马来去看台中潭子的大丰社区，是出产马铃薯的所在，全台湾第5大产量。为着要推销在地农产，逐年拢会款一罐马铃薯来送乡亲，今年是传2500斤。一箱一箱的马铃薯分做一袋一袋，放在刀仔顶，摕社区所发的马铃薯兑换券，就会使摕到一包5斤重免费的马铃薯。台中潭子区大丰社区民众是拢排队来领。我们在这里的社区蛮幸福的，蛮幸福，蛮享受到这个有这个我们的理事长帮我们办热协会，感觉到说我们居里很温暖。总共准备了2500斤，我们大丰社区每年就有办了，大丰社区有比较。对于里民比较有照顾的。台中市潭子区除了有加工出口区，当地也生产马铃薯，年产量达到4200吨，是全台湾第5大。为着让地方的民众会使加互动，潭子区大丰社区特别举办免费领马铃薯的活动，推广在地的农产品。潭子里面，在中部里面，我们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而且品质是最优的。那除了我们推展这个竹笋以外，马铃薯是我们这个季节里面最好也最棒的农产品。那我们一定会继续把它推展下去。除了发免费的马铃薯，大丰社区也因应今年2020灯会伫咧台中提供免费的花灯，互大家来睇。透过分享，互农业唔单单是生产，也会使有人甲人伴暖，甲做伙分享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武汉肺炎唔但影响观光业甲运输业，即嘛影响伫咧室内做表演的艺文表演团体，有的是延期，有的是取消。国家两厅院演奏厅本来应该有音乐吧伫咧彩排，因果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20暗暝独奏会已经取消。照外口的广场，2月8号本来是2020铁法台湾国际艺术节开幕作品12碗菜馆的表演所在，因为中有一段板道，过路的卫生只好延到后半年。我们怎么想都觉得在这个非常时期，然后还在请大家来跟陌生人一起吃板豆，这个有点真的是不太恰当，我们就决定取消。那目前截至到4月底之前呢，我们大概有3档的主办节目以及27档的外租的节目取消。透过两厅院售票系统卖票，在全台湾各地演出的艺文团体也受到这边疫情影响。纪念剧团筹备1年，开了60万成本的原创儿童剧，为了防疫宣布延期。因为我们是儿童剧嘛，所以家长就不想让孩子多承担一份风险，所以大部分都对票，就是靠票房收入在营运的啦。当然，对剧院冲击就很大了。主要靠票房营收伫咧运作的纪念剧团讲，疫情的冲击真大，而这么彩排工作坊拢停来，只好伫咧厝内创作剧本。通过两厅院售票系统顶头的广告，至少有24个团体延期，40个团体取消演出。虽然文化部伫咧研究纾困措施，而且因应疫情的消费抵用款也扩及到艺文产业。因过艺创工会声明稿是希望爱对症下药，建议文化部修正艺文团体给人补助的规定，好因为疫情或者是天灾取消的团体也当符合申请资格。而且工资爱列做上优先给付项目。文化部讲，最近一直伫咧开会，也甲各界提醒建议拢纳入。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大家拢较无爱出门，真侪行业受影响，也毋过嘛好着一寡行业，亲像是伫咧网络卖物件的，因为即马伫咧网络买物件的人变侪啊，所以送货员最近就较无用。啊，若亲像伫咧台南，这关庙面订单变侪，生意颠倒好。一盘一盘的面线，菜伫咧广场互日头晒，工厂内面的机器也一直捧，大家手拢无停过。台湾关庙面工厂无受到疫情影响，订单颠倒是比去年同期增加2成。面条这种方式保存方便容易，不像那个新鲜的蔬果，它要冷藏，
所以说我们这个面条它可以多买一些回到他们自己家当做存粮啊。每工3000公斤的产量，唔但是国内栽培订单增加，伫香港卖场也卖甲正好，贸易商一直催货。他们是希望说，我们如果货马上做好了，马上就出货了啦。对他们那架上几乎都没有什么货了。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真侪民众最近拢较无出去食饭，拢伫咧厝内煮。其中以观光客为主的商圈影响上大。业者讲，生意至少落3-4成。3成左右，2-3成，3-4成应该也一半一半的时间，就是一半还是会叫外送。看好配送经济无受到疫情影响，台南市经发局协助业者接外送平台，搭配防疫需要，加电商平台推出台南好物专区。防疫的商品、保健的一个食品，我们会优先来做一个推广。当然，针对只要是台南优质的一个店家、优质的一个商品，我们都会来把它纳入推广的一个范畴。整合观光工厂、市集加商圈等业者，利用网购平台共同营销，希望会当减少疫情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伫2001年成立的台湾1周刊，昨昏宣布讲，做到月底要收起来啊。不过台北市的劳动局是表示讲，目前也未收到大量要辞员工的申请。2001年5月创刊号，伊周刊以当时的总统陈水扁的查某囝陈幸有的私生活做封面，销路真好，创下纪录，正式把这种文化带入来台湾。除了名人的文书，嘛惹出真侪弊案。纪录片《碰果的滋味》伫创刊10多年了后，采访创办人雷帝英，伊强调唔惊有权有势的人。有时你不想得罪的人，你得罪了，以后可能有后果，但是。这个是做传媒你一定要承担的一个责任。王泰利指出，伊周刊独家惹出弊案的新闻，为李登辉总统的国安密校，到陈水扁、林益世等等的弊案，无分哪里党派，影响到政坛。非常的就是正负两极啦。他当然是带了台湾腥风血雨般的八卦，我也相当肯定他对就是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事实上确实是有做出贡献，所以它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新闻媒介。2018年停止纸本发行，为网络媒体发展，几个届传出要退出台湾市场。2020年2月20日，伊周刊发出声明，确定伫咧2月29结束经营。早起社长已经甲员工宣布这个消息，会再跟资方有一个协商的会议啊，然后来正式的确认一些内容这样。台北市劳动局也未收到伊周刊申请大批改聘员工的计划，资方依法伫提出计划10天以内，甲劳方协商，若无法度达成协议，主管机关才会介入。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今日2月1日是国际定的母语日。语言是文化的底子，每一个语言拢平等，拢爱骨力保存。咱来看，为着保存母语、保存台语，即嘛有侪台语家庭，嘛有台语的共学团，要甲咱的母语捡转来、传落去。小两个，杨大伟，好看。囡仔遐茶头耍游戏，边仔妈妈是互因人家笑嗨嗨。逐礼拜四这场台语共学团的家长就会烧酒，做伙带囡仔用台语读册、唱歌。看伊啊，伫遐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台湾人一定爱讲台湾语，是要甲伊加油加油，因为我感觉讲台语较好啊。啊，你若以后去学校上课的时阵，我多讲台语，安尼要安怎？我做老师啊。创造自然的台语环境，台语路共学团的成员上细汉啊，敢若6个月大，来参加的妈妈也讲出因对囡仔未来伫咧学台语这条路真深的期待。啊，即摆因入去了后，伫学校的时间足长的哦，啊，毋过一礼拜就剩1点钟的时间有机会听到台语，所以。这对阮的囡仔来讲是足可惜的代志，对所有的囡仔来讲嘛是足可惜的代志。阮希望是讲对国小所有的即卖国小、高中、也是即卖讲所有1年到12年，即个国民基本教育，希望会当落实每一种本土语言的课。会当若是有选修，阁是会当有教育的时数。为着保存母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甲2月1日定做是国际的母语日，希望族群的文化和美丽会使继续透过母语的传承，代代相传。世界母
下，民警有C新北报道。世界真心实来去意大利看真出名的庞贝古城，过去10多冬，因为无返过，游客就无法度入去内底参观。严格经过6冬的修复，即马翻新了后，有部分的建筑物已经对外开放。行伫咧意大利庞贝古城的街仔路面顶，游客就若像是坐10公鸡，回来到2000多年前的罗马，会当看到公元79年威斯的火山爆发，城市去互火山灰砍掉的进程，当地市民的人生百态。过去几十年以来，庞贝古城内底有真侪景点，因为真久无整理，想过头危险或者是烂新，所以禁止游客入去。毋过伫咧拜二，由欧盟赞助的6年大型修复计划结束了后，部分状况不好的建筑总算会当搁入去。真有人的乱认之家，就是其中之一。这栋真罕你看，而且有完整保留的2层楼的厝，伫咧1980年伊尔比尼亚大地震了后，就关起来40年修理到今。È stata chiusa per restauro per 40 anni. Non aver visionato quel famoso graffito che dà il nome alla casa Amantes ut Apes Vitam Mellitam Exigun。厝内真水的彩色壁画甲马赛克艺术，伫咧修复师的手一点一滴豆豆开好，除了大范围的修复工程以外，庞贝古城嘛趁即届计划强化保存遗迹的古物，而且嘛开始新一轮的挖掘的作业。Le sorprese, Pompei quando si scava ci sono sempre sorprese, quest'anno non avremmo mai immaginato di trovare i mosaici come quelli di Orione, sicuramente riscavando altre aree che non sono mai state scavate i dati non possono che essere straordinari. Speriamo in qualche statua adesso. 庞贝古城今年超有400万人来遮参观，是敢若属乎古罗马竞技场以外第2侪人的首都景点，部分建筑物重新开放，互所有来的旅客拢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首都伦敦物价悬，不过当地有一间做良心的餐厅，食一顿要纳偌济人客家己决定，无钱无纳嘛无要紧。安尼做是为着要照顾经济较歹的人客，会当好好食一顿好料。遮尔有爱心，嘛有做出名声，毋若无倒，甚至受人学了。老阿公专心看到3楼为家己煮2份熟度拄啊好的卵。伦敦这间餐厅经营的食物真单纯，熟胖鸡卵、松饼、燕麦粥，全拢互人客家己动手现做，咖啡甲茶也家己泡，食完家己洗碗清理。安尼做是为了要将营运的成本降到上低，互人客随家己的经济能力决定这顿要付偌济钱。处境困难的人，甚至唔免付钱也会当。This is costing me a few pennies. But if I had to go out and get that, it's going to cost me sort of £7-8 minimum, really to get, and it really shouldn't be that complicated. Meet people, chat. I have meetings here. I come for breakfast here. I have a coffee here. It's just a nice place to chill, really. 餐厅已经开1年多，365天拢营业，平常时只有2个店员维持基本的环境运作。真紧就拍响口碑，凝聚了社区精神。餐厅也无接受捐款，也无政府职工会付予员工正职的薪水，确保服务品质。有当才会举办主题之夜活动，增加收入。员工节的茶礼捌流浪街路，深深了解安尼一个所在价值，互人无分贫富贵贱，拢会当自在享受一份简单的温暖。When you come in here, you don't feel that people are like pitying you or that you've come, like we're not a charity and it doesn't feel like a charity when you come in. We create a really welcoming environment. 餐厅头家威尔森将事保险业，希望泡泡社会上刻板的阶级观念，为人客提供安全感甲归属感，互无同背景的人连接交流。只要人客离开的时阵比原先更较快乐，就有够啊！威尔森也搁发起一项新的计划，发予2000名住伫街仔的街友一个特别杯仔，只要政治大有合作标签的店家也是企业，拢会当免费领一杯咖啡也是小茶，温暖因的心甲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先来看伫咧北部温度上加14度，上悬26度；伫咧中部温度上加15度，上悬24度。那伫咧南部温度上加15度，上悬27度；东部温度上加17度，上悬24度。外岛是12度到21度。感
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